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7日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做台北市长的任内发生多例金华城的风波。台北市议会有成立调查小组，进前有约谈前副市长彭景生来说明，要过伊拢无到位。要过昨昏开会的时，伊总算出现。会后有议员就表示讲，伊伫会中有证实讲，其实有真侪决策拢是郭文哲亲身交代。你会觉得很委屈啊？过程顺利吗？还好。继续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23点钟会议，前副市长彭金生离开的时心情轻松，也毋过专程保持低调，因为金华城案已经进入司法定数，配合侦查无公开，会议规定无开放会后，议员转述彭金生证实金华城案的真侪决策拢是由前市长郭文哲亲自交办，柯文哲市长交办，所以呢才会组成的这个专案小组会议。从来台北市政府不会帮任何一个民间团体或者是财团或者是民间机构来做研议方案。我想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啦。好，我觉得柯文哲可能逃也逃不掉啦。我个人是有一点失望的哦。因为我还是觉得彭前副市长非常避重就轻就对于敏感性的议题他不是说忘记了，要不然就是直接回答我们说这个答案有点敏感。议员点出彭金生亲像采取对家己上有利的讲法，对部分关键问题含糊大过，真相也爱交予检调厘清。也毋过郭文哲前期连环壁，阁有议员压了郭文哲今年5月以本人名义提4300万的现金，买林焕园附近林城南路一站48坪的商办。全额现金购买，我要问柯文哲，你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来买他这一间房子？为什么你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民众党的名下？在他民众党规定是这样，选举补助款1/3要归中央党部，2/3可以归个人。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的，长期要用的。办公室吗？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我个人的。郭文哲真紧出面解释，费用来自2020大选1亿外的选举补助款，要做办公室使用。也毋过伫政治现金金流基分还未解决，国民党中央有完无长期据点的状况，郭文哲以私人名义买不动产，佮引起另外一波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亚伫2022年9合1选举的期间，婚姻管议员蔡英德涉嫌买票。若负责这个案件，婚姻关前调查官陈文维竟然是叫另外一案封受害被告去做假证，讲婚姻馆长张丽仙冒送地米冒买票。婚姻的检方伫顶个月底就甲这个调查官陈文维提起公诉。婚姻官调查站前调查官陈文维顶年9合1选举期间，调查机关蔡英德贿选案件时阵，竟然涉嫌叫另外一个贿选案在案的其他被告出庭做假证据。幕后蔡英德和共阵营的婚姻馆长张丽仙也牵涉到送地米买票等等，专程放录音，落尾也放检举调查。本案曾调查官涉嫌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及教唆伪证等罪嫌。本属经侦办后，依法予以提起公诉。婚姻地检署表示，调查局中期站接到检举了后，遂进行调查。初处侦查的时阵，陈文维否认犯案，加上证据不足，处分无起诉。落尾专案送高雄高分检再议，分检第2届侦办了后，依照录音档认定陈文维确实有叫人做假证据，也有涉别情形。我想陈文维这个是一个个案嘛，他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了哈。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司法人员还是秉公处理的哈，还是维持独立的一个司法办案了哈。那我们不希望现在的司法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哈。张丽仙表示，这背后敢是有中间人，或者是有人伫遐操作，值得关注。希望民主国家选举会当用公平公开的方式来竞争，避免类似案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全台湾拢是好天到济云，稳定的天气。来看云图。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水气有减少，也毋过过昼了后，伫山区会有局部地站雷阵雨。气象署伫今仔日嘛有针对台北、新北、
台东、屏东发布高温的资讯，拢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各地高温普遍是伫32度至35度，同款会感觉较热较热。伫大台北盆地、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花东冲国拢高温有机会达到36度。也若伫中昼左右，紫外线会较强，所以乡亲若是有伫外口，爱加啉水，避免热伤害。气象署就表示讲，这礼拜同款拢是真热的天气，也若北部上高温拢会到36度以上，也若咱全国各地过到了后，拢会落雷公雨，而且雨有可能会较粗。烧热的天气，不少民众行伫路的是哪掠雨伞、哪避日头，天气实在是有够热。气象署指出，未来一礼拜全台拢会出现32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是北部地区上悬会来到36度以上。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向闷热的哦，那尤其在礼拜3之前，可能在北部可能会到达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大家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哦。虽然天气热，不过未来一礼拜受到季风环流给压大影响，各地拢爱注意过到了后，有可能会有雷公雨，也是短时间闪大雨的状况。气象署提醒民众爱随时载雨伞出门。未来一周基本上都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势为主，有时候下的比较急促一点，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家里附近的一些排水的状况，而且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大雨发生。气象署指出，三山风台伫27号至30号之间会进入日本四国，向九州方向进前。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爱特别留意航班的资讯。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是今年第10号风台珊珊是行向日本去。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栋大楼，2018年的时，互行政院不动动产委员会认定是不动处置的财产，嘛处分讲要向国民党追加征收11亿，国民党不服提起告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决，撤销这个处分。另外一个官司是讲中共这广播电台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也毋过这个案嘛败诉。即马东山会表示，毋过东山会也会当上诉。来看自由时报，中国采取铺设地带战略，日头来扰乱咱台湾。美国海岸防卫队来台湾设教官养成班，昨昏开始培训，有马绍尔群岛、帛琉、土瓦鲁有其他友邦的代表拢有来参加。美国嘛将罕见同意公开这项合作对外发布消息。来看联合报，咱政府伫今年开放做兵做1年的训练。任务的阿兵哥已经完成训练，拢落部队，开始接受13礼拜的基地训练。也毋过，咧带这阿兵哥的步兵营干部，顶日有向立法院去陈情，批评部队内底欠装备、欠甲真正力，无法度达到标准的训练。也若这个陈情，嘛互国防部和国安单位真要义。来关心国军年度反增加演训，天马操演26、27这2天会伫屏东举行。26这天，也就是昨昏，是用新型拖式2B飞弹发射车头盖进行实弹操演，也毋过发射的是拖式2A 的飞弹。另外，为着要验证看咱新的新型 M41A7，也阁有 ITAS 拖式的发射系统的能力，即马嘛头盖增加伫夜间射击。拖式2个飞弹，感觉红色的飞弹尾流火，对天顶飞过，变做一个红点，精准射着目标。水片喷开，场面正震撼。这是新型的拖式2B飞弹发射车到台湾了，第一遍实弹射击。国军天马操演日正罕见伫暗时射击，严重烈现象加辅助对瞄。这边射12发，11点射着目标，射中率正高。新式的装备它整合了为一个所谓的目标获得系统，那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成像的解析度。这粒体型6个海，差1点仔就射着目标。拖式飞弹要拍了准无遮简单，因为无亲像标枪飞弹会当射前锁定，射后不理。射手除了可以持续抓紧握把之外，持续追瞄目标。那再借由系统的辅助追瞄闸门来辅助射手，能让飞弹的命中率提升。
虽然 M41A7 爱塔拖射发射系统会当强化射中率，不过射手也是要持续对瞄。一定要先熟，然后呢才能够再组。我们以后要多打。今天练习赛，明天是正式比赛，还要再看明天的成绩。郭立雄到场勉励官兵，除了发家菜金，也直接对参训的官兵比赞，提升士气。不过虽然是用新式的拖2比飞弹发射车，不过射的依然是3道型拖2A 巨飞弹，也那新型的1700粒无线导引的拖式2比飞弹。郭立雄伫咧6个时阵北讲，会伫年底进行全部拢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第6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针对于海上安全、海洋科学、能源开发、渔业和海洋环境合作在领域有交流意见。不过最近，咱台湾的渔船是怕过界，和日本扣押这个情形接发生。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伫致辞的时，伊就表示，希望台湾和日本之间会当互惠互信，用这款精神来充分沟通，伫还未解决的这问题顶悬，拢会当创造双赢。第6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登场，就海上安全、海洋科学、能源开发、渔业甲海洋环境合作等领域交流意见。不过最近台湾渔船越界和日本扣押事件定团，相关议题也真受注意。台日协会长苏家全致辞时表示，毋茫互相以互惠互信的精神充分沟通，相信无解决的课题拢会当赢伫双赢。本人深信，只要台日双方秉持真诚互信，以互惠、互利、互助的精神，充分的沟通对话，任何悬而未决的课题必定都能取得双赢。海洋に関する摩擦や懸念について、共に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いう姿勢を示し、冷静に建設的な議論を継続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呼びかけたことを覚えております。大桥官府指出，这个会议为2016年成立到今，台日之间已经进行几摆建设性的讨论，更加签署10项合作备忘录。双方的海洋合作事务建立伫互信加友谊之上，也将做区域和平稳定基础。咱国也阁表达对加入 CPTPP， 希望得到日本更加侪支持。台湾希望能够实质的多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尤其是 CPTPP 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如果台日双方能够再往前增进一步，一定能够为区域的经济跟繁荣做出贡献。行政院长邓荣台会见大桥关会时，也特别提起已经返来台湾，前驻日代表谢中庭甲特别去日本就任的新驻日代表李耀勇，表示家己甲两个人关系真密切，跟毋茫伫因的努力之下，和台日关系更加进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巴基斯坦日落地昨昏发生重大的武装分子攻击案，分离主义分子去攻击警察局、铁路，还有高速公路，甚至把主要道路拢封起来，把车砸落来。去爆炸车顶的人了后，看因的身份，有的是直接枪杀，上无有造成73个人死亡。车会已经拍花，抑阁伫咧庆烟，边有一寡尸体。这是这几年来规模上大的攻击案。分离主义分子封锁主要高速公路，自公车到货车，在每团的卡车司机，就来拢无武器的乘客被死，抑阁真侪人是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亲人，互人近距离枪杀。उनसे जिनका ताल्लुक पंजाब से था उनको उतार कर शहीद किया गया। 有35台车互人放火，警察局加铁路也互人攻击。सारी लीडरशिप ने ये फैसला किया है कि इनका भरपूर तरीके से जवाब देंगे और ऑलरेडी हम बलूचिस्तान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साथ कंसल्टेशन में हैं।巴基斯坦军方也出动反制，有士兵甲警察伫咧交战时阵死亡。秘鲁之解放军讲代志是因做的，并且讲伫咧过去一天，亦个发动更加侪攻击，包括有女性在内的社会自杀炸弹客攻击一个准军事基地，不过当局无证实。उस दौरान आधा घंटा 40 मिनट्स में वहाँ पे उसको
बसेस से मासूम लोगों 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ते हैं।当局表示，这款分离细粒比如指性病变的行为，是为了要伫咧巴基斯坦制造无政府状态。过去10年来，因想要脱离巴基斯坦，险讲东部的旁遮普省人滥用比如指性的资源，几多遍发动攻击。这类性的资源正丰富，也是由中国主导的大型建设，譬如讲港口、金矿加铜矿开采的所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另外一款战争，这是贸易战。这是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伫昨天表示，因要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扣100%的关税，而且阁要针对中国进口的钢铁、阿鲁米扣25%的关税。这嘛是美国后面了后，阁再有国家对中国的电动车扣这么悬的关税。伫美国国安会顾问苏利文访问加拿大，并且甲总理杜鲁道见面了后，加拿大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扣100%的关税。We're listening to automakers. We're listening to workers. Shortly, we will be introducing a 100% tariff on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and a 25% tariff on Chinese steel and aluminum.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扣的税率，甲美国同款，自10月7日开始生效。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股价，伫咧消息公布了后跌3%。加拿大政府面临着国内生产商的压力，业界希望对中国进口的产品扣更较悬的关税，来保护本地人就业。相比较美国、加拿大扣重税，欧盟态度是较软。顶礼拜公布的税率，只敢对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扣9%。其他的牌子是扣17%到上悬36.3%。China to propose a solution that is WTO compatible and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s and subsidies, illegal subsidies as we see them,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identified in its painstaking evidence-based investigation. 国际能源署的资料，目前全世界销售的电动车有买到60%是中国制造。路透社报道讲，美国业界也正伫咧找缓解拜登政府大幅度提悬中国进口产品关税计划。本来要自8月7日开始生效的新关税，被迁到9月，按算8月底会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是贺锦丽将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了后，北京做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镜头来去澳洲，澳洲伫昨天开始实施新的法令，叫做断链权。意思就是讲，员工下班了后，公司的信息、电子批唔免印、唔免回，无要紧，而且嘛唔免烦恼受到处分，国家有法律互你扣。也毋过澳洲的资方即嘛是认为讲，这项新的规定讲甲无清无楚，而且嘛无长久的空间，颠倒会去害着澳洲的经济。下班了后，也接到公司传来的简讯，也是电子邮件。也毋过为日开始，澳洲员工的私人生活会因为新规定断链法，会当毋免阁受到侵扰。I think it's an excellent idea. I hope it catches on. I doubt it'll catch on in our industry, to tell the truth, though. Well, you know, we are professionals. We're well paid. We're expected to deliver, and we feel we have to deliver 24 hours a day if we have to. 澳洲实施的新法，让员工会当甲公司断开联系，适用伫15人以上的公司，员工会当伫毋是上班的时间，毋接听非紧急电话，回复电子邮件。若有紧急情况，头家会当联络员工，也毋过员工只会当伫合理的情况之下拒绝回复。另外，拒绝敢是合理，会由官方的公平工作委员会决定，要考虑到员工的教授、联络关系甲方式。若认定员工失职，相关罚1.9万澳币，相当代票71万；若公司违法相关罚9.4万澳币，相当代票203万。也毋过，像社区帮中，都因为是服务性质，为客户提供是应该，当然头家卡来也无关系。广告业员工上班时间一直联络，下班了后当然无想要搁接到工作方面的。I think it'll take a bit of bedding down, this reform. Some people may,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just kind of shut down and not respond to work communications now. Jobs where you hav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needing to be available after hours because of your particular responsibilities or perhaps your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for operations. 智库澳洲协会去年调查显示，2023年澳洲人平均无上加班时数是281点钟，估计加班费是1301澳币，相当代表2.8条。
保证全球有类似断联法法规的国家有20多个，多数是欧洲加拉丁美洲国家。海螺先锋法国2017年实施。一间碳海风电公司因为要求1名员工手机要保持畅通，罚款6万欧元，相当大票214万。公司新闻为您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防卫省有通报讲，伫昨早中国一架收集珍珠的 Y9军机飞到那加萨奇，日本的自卫队战机赶紧紧急升空来戒备。日本的防卫省当在分析中国军机走入去因的领空的目的，即嘛已经保持警戒，加强监控。继续关心美国和南韩的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年度的军演，要强化美国和韩国同盟的战斗准备，嘛要提升作战能力。南韩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今年头届有参加负责侦察。北韩顶日嘛公布因新型自散无人机的测试，嘛放调讲，因要伫攻击行动内底增加科技应用，要甲人工智慧 AI 融入在武器内底。来看东非的国家苏丹，因的卫生部是表示讲，因伫东部红海州阿尔巴特水坝，因为大水河的关系，规个放弃，当地在做大水。大水冲入去人家厝，有造成4个人死亡。那当地媒体是报讲，也阁有100多人失踪。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去台中太平一间私立幼儿园，互家长指控讲，老师互4岁的囡仔去便，老师唔互4岁囡仔去便所，而且咧行楼梯的时，佮甲囡仔硬拖，害囡仔受伤。家长去验伤了后，已经向警方报案提出告诉，也毋过幼稚园有出面驳回。目前这个案，台中市的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讲起囡仔才拄去幼儿园，就疑似受不当对待。查甫囡仔爸爸才唔甘，伊控诉敢若4岁后生，因为无配合老师应对，就互老师强硬拖你走，就安尼个受伤。背部接近尾椎骨的地方有一个横向的淤青，看起来就像是他突然间摔倒，然后撞在楼梯的那个直角上面。老师是拉扯他，但是不是在一般的平地上面拉扯他，是在楼梯上面拉扯他。爸爸表示，后生今年8月才拄入去台中太平一间幼儿园中班读册，毋过15这一天，疑似囡仔无及时归队，毋但互老师拖落楼梯，佮大声叫骂，想要去便所也无人插，烦恼囡仔身心受伤害。家长隔工找幼儿园要讨监视器，所用各种理由拖延。15到19的画面佮消息，质疑幼儿园想要暗藏事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没有提到孩子有受伤这件事情。那目前整件事情，我们全部交由教育局的部分去做调查。老师有没有拖拉？在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老师说他是牵着孩子们下楼梯。本所以伤害罪受理，并通报儿少保护。查甫囡仔妈妈也伫面册控诉幼儿园19也带囡仔验伤，佮向警方报案提告，警方也通报绩效保护案件。台中市教育局19接到家长的陈情，马上介入调查。由于园方目前仅提供部分画面，并且声称另有部分监视设备损毁，教育局对此更加审慎查办。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自早开审查小组决议受理，不过幼儿园提供的监视器画面有限，也调查清楚是毋是有规避或者是违法的情形。若调查确认有违规的事情，会照规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新北市的警方在巡逻时，在警察车顶悬的 AI 巡防系统有成功抓到一架停伫路边的轿车，是用假车牌。宜兰国道的警察嘛，伫15天内有抓到25件。其实有真侪车，内底真侪车拢是盗别人的车牌。宜兰事实上，假车牌拢做了较歹，这有路的程度嘛无好，警方拢会当判断是真的也是假的。粉红色跑车无顾警方阻挡，吹油门一直偏车，国道警察伫个门口查落来。警方已经提醒出来，驾驶虽然是锁车门抵抗。先下车，先下车，先下车。要汽车驾驶路径被查到，车主拢是挂假车牌。今年8月11开始，国道警方15天查到25件。依据《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的规定，推处10800元的罚款之外，更可能触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以及诈欺罪。
车主要假牌是牌照被吊扣，暗过被锁定，有人超速被翕到，警方开单找无人，因为车牌无登记，也有人找大侪人用的车牌是其他驾驶人。各地警察接到受害者反映，莫名其妙接红单，动员展开调查，调监视器用车捉人。真假车牌比看卖正版的玫瑰底纹有粒摇脱。后边考察小可白色车号是雷射雕刻，翻到倒来盗版车牌，敢若是边境道明显无同。AI 巡防系统突然对路边停靠之自小客车发出告警显示，员警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该自小客悬挂伪造车牌。新北有18人买权利车冒用别人车牌，警方的 AI 顺风系统侦测出问题，暗过假车牌乱象，全台拢总府要安怎有效防治，正是目前上重要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有要求游览车爱到 GPS 定位系统，佮要求讲爱设驾驶员录卡的机器，来确保上班时间袂超过。那游览车工会昨昏就发动游览车去交通部抗议，因是认为讲到这机台一只就爱5000块，未来佮有管理的费用，交通部嘛若是要求讲爱到，安尼就爱专业补贴。交通部头前2线道拢去用停满啊。游览车业者动员100多台车，部分国包围的，部分国西，表达诉求。业者不满交通部要求，为明年6月30开始，游览车都要加装录卡机，记录工时，避免疲劳驾驶。游览车驾驶员工会批评讲，目前车拢已经有安 GPS， 工时拢已经算会出来。交通部说过要求游览车都要自费加装录卡机，实在是不合理。刷卡机的话是会收费至5000至5500。然后另外每个月还要收管理费，绝对会图利厂商。为什么会图利厂商？因为你的那个GPS 的话就已经只有就是固定那一家公司。工会提出5大诉求，包括 GPS 由业者自主管理，游览车工时单线管理，落实司机教育训练，专业补助安路卡机，还有后续管理的费用，而且爱甲游览车纳入大众运输。在警方协调之下，真正的代表去总统府交定情书。那交通部处长陈介平回应讲，业者若有意见，都会当来讨论。公路局大概也有原来的规划里头就有相关的一个补助。那至于后续如何补助、如何推动，这会由公路局再跟业者进一步的协商。业者提出来的这些想法，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另外，针对业者要求讲 GPS 回归业者自主管理，公路局表示。主管机关掌握 GPS 的资讯，考虑安全问题，在天灾的时阵对游览车避险会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时，花莲大地震嘛影响台东的观光。休热时，这个休热观光客减真济。虽讲中央政府、咱政府伫7月份开始有补贴团体旅游，8月份开始嘛有补助自由行，或者东部的饭店、台东的饭店平均的大房率拢免降到60%。也毋过今年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也是比去年减20-30万人。交通部之前已经宣布讲，花莲县的观光补助要延长到11月份，台东县嘛希望会当做伙延长。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闭幕迄天，现场涌入3万多人，是今年休热到台东看热气球上侪人的一天。官府统计，今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45天拢总有66万多人次到会场，以8月人上侪。旅宿业也感受到8月有政府的自由行补助，平均大房率明显比7月份的4.5%提升到60%，也毋过比去年同期少2%左右。业者感受到今年休热是台东有史以来上惨淡的一摆。8月18之后，明显的有看到人潮降下来了。7月份这个月没补助，然后9月也没什么连休假日，现在假日也不连休，像中秋节它就1天。官府表示，接落来9月到年底，官府也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包括南海生活节。活水湖的水舞甲铁花村的光节等等活动，希望会当阁提升台东的观光景气。另外，委员也希望中央补助台东，会当比较花莲县延长到11月。暑假整体的这个订房率恐怕不到1半，那是史上最惨。那在这边我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必须比照花莲，延长我们振兴补助的时间。不只有价格的补贴而已，我们希望能够让活动走入地方。
包括了温泉旅游，包括了生态农游。观光署表示，花东旅游进行方案会随时检讨，另外台东县敢会延长补助时间，目前也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经院伫昨昏发布咱国内上新的景气调查，强调外销订单表现甲真好，佮加上类似的消费嘛真旺，显示咱国内的景气也搁在复苏的阶段。因为营建业这部分，因为政府要调查新青安的贷款敢有违规，而且嘛要求银行爱减少贷款资金，这就影响市场对未来房地产景气的看法变甲较保守。展望台湾下半年经济景气动向，经济消费大规加财富效应提悬，推动终端消费力头增加。加上外销 AI 伺服器出口表现强强，台经济专家预期下半年国内景气依然是伫复苏。外销是靠 AI 伺服器、半导体的推动，让我们的外销表现比去年要好。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内需，虽然我们最近也提醒了大家金融市场居高思维，但是整个的我们的内需、零售、观光、餐饮，我们的观光指的是我们出去的班班爆满。甲国内景气复苏比起来，原本交易真热的房市所有降温的趋势，受政府严查新青安违规甲银行严降零等影响，拢互市场对未来房市景气加速谨慎态度。台经院公布7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总结3个月走悬，虽然经济三马股市顶冲易势，毋过真侪证券业者依然看好股市未来半年景气。就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顶礼拜五释出高派言论，鼓励美国4大指数行悬，直到台股开悬行价，最后收伫22,240点起82点。宽宏台积电股价盘中9乌，好在尾盘收红，收伫950块起1块。另外，伫国际经济走势，美国联准会无排除9月降利息。预估今年9月降息的时候，大概还是一码的空间比较大，但是他认为到年底之前大概还有4码。我觉得简单来讲，就今年大概会降4码。在经济专家提醒，国内团产出口依然受中国生产受过济甲一票变大家影响充满挑战。旅游服务业受内地旅游人数表现不好影响，相关政策要全面检讨，才能恢复以前情景。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年伫日本新本设厂，带动周边的经济。新本县的知事木村敬昨昏是拜会台积电新竹的总部，想要来争取新本3厂，也毋过台积电无做出明确的回应，敢若答应讲会继续拍拼培养新本厂的人才。今年2月底，台积电伫咧日本的松本设厂正式开始营运，所落来松本二厂也伫咧年底动工。正做台日科技业联盟的话题，松本县知事木村敬带政府团队甲商会代表25来台湾访问，先后拜会工研院特区管理局。26日头是拜会台积电伫咧新竹的总部，向台积电争取设松本3厂。我们设立新竹工业园区，工业园里面有 UNC 以及后来台积电。希望建造松本在地科技聚落，但是台积电无予因明确的答案。伫咧对谈的时阵，再一遍承诺，松本厂将会全力伫咧绿色制作加地下水涵养，继续积极甲当地大学院校共同培养人才，发展产学技术研究。希望台积电未来会当带予松本更较侪正向的影响。台积电伫咧当地设1、2厂，带动周边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木村敬上任了，第一遍以知事的身份拜会台积电总部，但是要投资设松本3厂，人才还有水资源等问题，拢是挑战。这边3天的行程，伫今仔日结束，要回去日本。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台湾离岸风电国产化政策是互欧盟认定讲，这是违反 WTO 的规定。7月底，依照 WTO 的规定，要求进行争议解决的磋商。经济部长昨昏表示，9月份的时，经济部队组团去和欧盟磋商。世界贸易组织 WTO 7月底举行争端解决小组会议，欧盟伫会中要求甲台湾进行磋商，就是因为欧盟认定台湾离岸风电国产化政策违反 WTO 规定，为着解决离岸风电引起的争议，经济部长桂智辉26日正式9月会组团去欧盟磋商。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对我们国内的厂商以及对国外的这些厂商，大家都能够这个接受。所以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会充分的这个准备，
然后到欧盟去跟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经济部长桂议会强调，未来会朝开放方向讨论国产化政策。原先政府是唔忙透过国产化，会当创造台湾能源更较悬的自主甲独立性。也毋过，后日却影响部分开发商因为不办国产化，零租金成本悬，希望会当为国外来买。统计国内目前国产化的能源风电项目，包括水电电机所生产的变压器甲配电盘、化生化的制造电缆线、永冠生产轮毂甲基层底座组件、东莞电机生产发电机，靠件是由恒耀制造。按照即卖的 WTO 规定，伫60天内自项目结果双方合意，也会当个延长时间，有一寡咨询时间甚至达到1、2年。那有环保共识后明，将会当要求成立审计小组，伫 WTO 之下，将台湾各种法院时间真长，所付出的诉讼代价未细。说服对方接受我们国产化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对方点头的几率其实不高了。到最后就是我们经济部这边可能最后还是会妥协，然后对于国产化的要求就不再那么紧。经济部强调，风电国产化并不是无业保护主义，是徛伫国家安全、能源安全考量，并无违反 WTO 规定。也毋过专家提醒，若开发商无愿意配合国产化政策，本地厂商佫无充足的条件做开发，能源风电国家队毋若是无法度成立，对再生能源政策恐惊也真歹达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大埔的嘉东村有几啊笔土地，最近拢去互申请要做太阳能供电。也根据县府的资料，目前已经同意16座。反对供电的当地民众伫昨早有出来抗议。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的村民，伫议员的陪同之下，向县长来တင်情，讲起伫因遐供电场唔哪里主体遮近，业者可能无事先沟通，希望县政府会当来撤销业者伫大埔乡嘉东村的供电场。县政府也去勘察多次，但是他们就是陆陆续续施工。就刚才那一些时代，真的是足惊吓啊！佮甲阮呛讲，恁有才调去县政府抗议，啊，阮进无步，退无路。伊讲哦，这是县府答应伊呢。哦，算讲会当做，啊伊讲叫阮若不满的话，叫阮去县政府抗议安尼啦。边仔这就活动中心，啊这有太阳能板，伊写对我讲写伫来，阮的活动中心入来。除了民众的တင်情，议员嘛伫议会质询，问讲有啥物会当有16座供电场同意备案。县政府表示，10月有16座来申请，后来是剩10座，业者依法来申请，县政府审查了后，目前敢若4座完全通过，另外6座佫需要申请设备。目前这个居民所抗争的这一些地方是属于这个6厂里面，好，那另外呢，他们也去查到说业者好像后续还要申请，那后续申请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都。就是目前暂时也都没有核准任何的案件这样子。县政府强调，去供电场的条件，若是法律有无周全的所在，会当过来检讨。虽然业者依法来申请，县政府依法来审查，不过供电场嘛无应该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会要求业者向地方来沟通协调，才核准业者刷落设备的申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一份调查针对112学年度全台湾学生人数上侪的前10名的大学，看这大学附近的税厝租金差不多爱偌济钱。发现讲台顶6间套房边仔的套房，要税1间套房差不多拢爱上万块。伫台附近，甚至阁有1间爱18000块。拍电脑整理资料，转动下读台法律所爱学的法律知识真侪。准讲是休热，伊也是留伫税厝的所在研究行政法等各种法律条文，为9月开学伫做准备。好在在伊税伫的台法学院附近，雅房每个月租金敢若5000。边的房价其实还蛮贵，所以蛮多同学会到郊区，比如说文山新店，或是到中永和去找房子。基本上的话，雅房其实6、7千就已经算很便宜，那8500我觉得确实也是蛮常见。不过台附近的台北教育大学有学生囡仔走来台附近，因为比起来甲同学做伙伫台附近租厝，也是有较俗。对，我朋友住在学校对面，然后1个月的话17000，是很小。所以你们这是相对比较，对不对？对，房市研究机构分析，112学年度全台湾学生上侪的前10间大专院校，只为主体租金，伫北部的台、阳明、高台、明传等6间学校，独立套房的网络台租物件中位数拢爱万外，台附近我卖18500块。今年租金涨不停，不仅网络代租物件的一个租金3年涨幅大概就有1成以上。
政府的租金指数更是连36个月上涨。如果说这个商圈它本身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上班族这一类的商圈，租金的表现上面它会比较强势。那学生他要承租这样子案件的时候，他的压力会比较大。专家分析，像呆呆伫大安区本来厝价就较贵，佮提高独立套房的租金，避免租金的压力上大，学生囡仔只好租去较远的所在，像讲租雅房来省租金支出。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伫今年7月底有实施新版本的动物表演管理办法，规定讲袂当进行违反野生动物行为的表演。所以即马花莲的晚雄海洋公园就对外宣布讲，对明年底开始，因就袂阁有海猪的表演，而且嘛要转型做教育基地。乖乖活伫水池边，互游客望。花莲海洋公园海猪的表演，已经无阁互海猪演出非野生动物的行为，而且嘛减少表演的时间，改做是教育形态，互游客用网的来体验。目前园区内底拢总有5只海猪。我觉得只要有可以跟海豚有互动，我们不一定需要它表演。就像我们今天来这边互动，可以更了解它，然后还可以摸摸它。国内目前海洋动物的表演，主要有野柳海洋世界、甲花莲海洋公园。其中花莲海洋公园的动物表演，因的许可是到115年，目前还未收到业者延长的申请。他们的动物展演许可证是到115年就截止了哈。那如果都要申请延长的部分的话，要经过海保署的这边的同意，他展演的一个内容跟项目以后，才可以跟人做一个展演的延长许可。海洋公园表示，其实从2016年开始，就启动海猪表演退场的计划。虽然还佫有海猪的表演，不过内容拢有符合国际保育趋势的方式来进行。未来若无佫申请延长，就会向海洋教育的方向来行。后续的转型，我们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鲸豚救援教育基地，将提供我们的场域，还有我们兽医的专业知识及留下来的海豚，提供给保育鲸豚类最佳的一个后援的一个教育基地。动保团体认为讲，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3个国家无允准为着5鹿来饲海翁甲海猪。亲像加拿大甲法国嘛，豆豆咧退场，对这个法案的修正，因是真肯定。像动物园的动物，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是娱乐。那为什么海豚它会是一种被娱乐为一个方向出发点的动物呢？对，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这一次的修订，它确实是奠定了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另外，这海猪未来是爱野放，也是甲因照顾甲老，嘛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长久以来拢是人咧甲饲的，因可能已经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目前业者还佫咧甲专家研究，希望找到上较适合的方式来退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2014台湾文博会，今年是头一届刷到台南去举办，超过570个文化品牌去参加展览，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古早放甲翁仔，大家抢要翕相，嘛有当时行 IP 授权来参展。今年台湾文博会头届伫台南举办，大台南会展中心正做主展区，拢总超过570个品牌来斗老结，是规模上大一届。这回展览以报道百面做主题，活动嘛用台语文来做标题，而且拍传统、甲文化特点、参品牌商店做结合。讲是台语的物件，亲像这个是葫芦，阮就画一个葫芦cane，较趣味的物件来参加的人会当学习台语。报道百面如果用台语讲的话，就是100%保证会成功。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经过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我们终于走出自己的路来了。文博在台南展出，是对于我们全台湾的文化界是最重要的事情。展览唔干那1楼、3楼以细胞做伙做主题，打造戏剧感的电视空间。那这间棒球场的空间，呈现台湾运动赛事，大家拼说互世界看到这片土地。另外，地方馆参屏东甲朋友合作，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也是海岛文化，拢通一届伫遮看互到开。哪听哪行哪看哪记。那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论坛啊、讲座啊，还有户外演出的表演活动，其实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样貌，邀请各位观乡亲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可以感受到台湾文化的亮能。主展区预备起过连续5天，免费开放给乡亲入场。另外，分展区是延伸到台南文创园区。
3月1项艺术组热定所在，甲整个府城正做大型的历史教室，提供大家浸水式的文化体验。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女性退休了后会当行出来，让退休的生活变较丰富，新北市的社会局有推动努力4点空的活动。伫淡水就有一阵退休的女性，引起出来做导览员，了解淡水的文化和好食物。另外，伊嘛也搬戏做演员，搬淡水女性的故事。我看迄个介牧师吼，安尼世界去传福音真无用。我吼爱来家找一个台湾空手来甲伊斗相共。这出戏剧演员是一名退休的女性，演出淡水的故事。今仔日演出的是马界朴素的空手周昌明的故事。周昌明无机会读册，一直到阿嬷带伊去教堂，实在着马界，才开始认真读册。后来成为女学堂老师的故事，对故事当中展现出台湾女性的韧性。教会当时该牧师有办教育。长啊，我甲带去礼拜堂去遐读册捌字。长啊，伊有受教育，伊无白卡。了后，我即个阿嬷，我甲伊介绍互介牧师，做介牧师的家后。为着要鼓励女性伫退休了后会当行出来厝里，拿交朋友，拿探索费，新北市社会局推动努力4.0的活动，到今一定是第4档啊。针对2度就业妇女跟中高龄的妇女，然后我们让他们学习这个在地的女性的知识，然后让他们成为在地的女性导览员。那不管是她有没有未来要就业，那她其实在这边可以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取得一些知识的内涵。除了介绍淡水的水，因嘛坚持用台语导览。将台湾本土的语言流传落去。我感觉会当透过这个活动吼，让咱的家长来参与，让厝里的囡仔会当甲家长斗阵来学习台湾台语。除了介绍淡水的历史，因嘛会介绍淡水的女性店家、美食甲景点。社区女学关怀协会嘛，希望未来唔但是培养女性导览，嘛会当举办男性导览活动，鼓励大家伫退休了后会当继续服务社会，互日子过了丰富，佮有活力。记者阿双柯敏哲新闻报道。英国有一个102岁的阿嬷，伊做生日的方式真特别，是对半空中跳伞，嘛要为慈善机构来募款。另外，伫尼泊尔是有一个18岁的爬山的少年人，伊已经爬13粒世界上海拔超过8000公尺高的悬山，而且嘛要搁继续挑战收集14粒山头，安尼伊就变做上届少年的纪录保持者。英国102岁退伍军人百里选伫贝克尔斯小机场挑战高空跳伞，为家己庆祝生日。当握紧地面的时阵，所有人拢为伊拍扑加油。百里坐飞机为6900英尺的高空跳落来，还有一个教练陪伊做伙完成这项纪录。这个活动让伊成为英国上侪岁跳伞运动员，也为3个慈善机构募集资金。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nd counting the days and always saying to myself, I've got to keep alive and I've got to keep on my 2 feet and not fall over. So now I've got here and I'm about to go up, I'm delighted. 利用登山柳伫大风雪里一步一步有所向前行，敢若18岁的尼泊尔登山家索巴人尼玛。已经爬过世界13座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悬山，创下真济项纪录。爬过世界14座高峰，这是冒险家登山者所追求最高功能。尼玛离这项功能敢若差一步。这14座高峰拢伫喜马拉雅甲附近的克拉昆仑山脉。克拉昆仑山脉是翻过尼泊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玛讲了做中国发风去考证，伊要伫后个月挑战西藏西夏邦马峰。14 peaks first uni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m soon gonna be, after my last mountain, and 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a 14 peaks. 尼玛的阿姐是目前纪录保持者，伊伫2019年迄个时阵30岁时阵就爬完14高峰，毋过要完成世界14高峰，其实困难真大。一寡真优秀登山者伫爬山期间，煞因为雪放落来，真差天气，也是空气伤薄，煞不幸死亡。目前为止，敢若40个登山者成功爬过14高峰。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众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